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含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咱定来讲，家己保才袂臭错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错，吃而错第一条。青蛙献味，咱讲错，像讲错味错气。若是要强调歹鼻的味，咱就讲臭错。啊，若鱼仔的臭错味，咱讲鱼错。另外，这个错嘛有肉意思，代表讲唔是素的，唔是菜，像讲修道人食菜无食错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草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开错，会当讲是庙要做就进前，禁道的时间已经到啊，用开始杀生，或者是讲食菜的人戒毒戒律，开始食肉啉酒。另外，嘛会当讲是红鸭啊4个月大开始食肉，咱拢讲是开错。第二个词就要读做青草，这是形容讲菜色足澎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虽讲红鸭啊4月日会当开始开错，也毋过一般老一辈也是建议讲，唔通互红鸭一困头，雄雄食一个伤过青草，惊伊胃肠会挡袂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错，另外一音读做草，青草的草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